拜拜。来说拜拜，快说话，说话，涵涵，说话，说话，说话，我非要他说。今天你不跟我说，你不给我做拜拜的动作，今天就别想下播。你个工具狗，你也不准下播，陪着大家。他做了，乖乖。我是让他做拜拜的动作呀就可以了。他做拜拜的动作了。涵涵真乖，看来你还是听得懂话的吗？好，红旗。